廣東嘅簡稱叫做粵，上邊一個米字，下邊一個魚鈎咁嘅形狀，即係話廣東自古以嚟就係魚米之鄉。嗱，眼前呢一圍呢，就係當今粵菜嘅始祖，有2200年歷史嘅南越王宴。嗱，南越王都食過㗎，聽我講下啦。話說喺40幾年前呢，西漢南越王墓啱啱被發掘嗰陣呢，考古專家就發現啦，喺墓葬裏邊呢，有好多各種各樣食材嘅殘渣，仲有烹飪工具喎。咁啊，第一個發現嘅就係吊燒乳豬嘅鐵籤同埋吊燒乳豬嘅嗰啲鐵鏈啊，仲發現咗豬骨。哇！原來烤乳豬喺2000幾年前就有咯喎。話說番禺呢，有一座山叫做大夫山啊嘛，漢高祖劉邦派大夫陸賈嚟南越王呢度拜訪南越王，為咗紀念佢，將嗰個山起名叫大夫山。咁呢一味菜令到陸賈係當堂嚇一跳。你睇上係鵪鶉，但係如果喺2000年前呢，係要食禾花雀嘅。陸賈就發現呢啲禾花雀呢，肚入邊係吞咗炭火入去嘅，咁炭火呢，就將禾花雀嘅體內蒸熟晒，咁佢嘅外皮再用火去烤，咁出邊又熟晒喎，所以喺南越王墓葬裏邊仲發現咗禾花雀同埋木炭嘅遺跡。呢個呢，就係我哋廣東嘅魚生，都喺南越王墓裏邊發現咗嘅喎。嗱，而家好多朋友中意食日本嘅魚生，其實魚生嘅始祖係中國，咁啊最中意食魚生嘅就係李白啦，佢仲寫咗一首詩啊，叫做吹簫舞彩鳳，着禮繪神魚。